继续来看这位网红，叫做艾丽莎莎。日前因为质疑着总统大选做票是安尼制作乱象，结果去有其他的网红甲批评。但是艾丽莎莎无咧插嘴，是真唱手出国去佚佗。即摆回国了就较收束咯，去参加着民众党的买艺是真低调。讲民众党食买艺，特别传一道，互选举期间听瓜问题的网红去食。除了艾丽莎莎之外，包括馆长甲丁特拢去参加。外界是质疑讲，这敢毋是民众党的党工才会当去的聚会呢？民众党是来回应讲，这是邀请贵宾来参加的感恩餐会。穿黑色短版的费用绣花，规身躯包到目睭睭，伊是爆版 YouTuber 艾丽莎莎，拢已经行到大门口，刷形容停脚步，敢若伫咧阁上握手。过无偌久，就看男朋友出现，一个回国就参加台湾民众党的感恩餐会。立法院长，这是韩国语吗？是韩国语吗？会分裂投票啊！昨暗时啊，国民摕伫咧参会摕麦克伫咧唱歌，大概贵宾闹民进党党工，告一就是互选举期间支持国民摕的网红。那艾丽莎莎就和馆长丁特拢参加，馆长个大方开直播，不过艾丽莎莎这边的点自己。他这次那个尾牙，他邀请了很多挺柯的网红，邀请艾丽莎莎嘛，因为艾丽莎莎也是选前就这么支持柯文哲。虽然说隔天道歉之后，他后来又是撇清说他没有转贴任何的影片，而且他把那些影片删除了。我就觉得说他做人非常不诚实。对这件代志，民众党回应只是邀请贵宾参加感恩餐会，不过嘛是因为艾丽莎莎进前伫咧动态曝光，讲有监票人员群组影片，质疑2024总统大选做票制作乱象，叫别个网红批评甲无一点好。就算即摆无啥物个了代志，和 IG 都无破文章，不过毕竟出席公众场合嘛是风翕到，加上进前的证据，难免个一摆互大家伫咧注意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